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节目。哇，今晡日老爱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咧，少嘅一种新嘅客家专辑嘅系特色作，马莎嘅特色作成你嘅车字尾欣赏哦，今日分享你嘅车字尾欣赏，分享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係車一位今日上節目咧，來少嘅係特色作嘅專輯《天空遊樂水》。耶，天空遊樂水哈，特別你講到特色作專輯嘅，大家是不是有一種？十全十美嘅感覺嗬，十全十美，非常嘅期待。不過聽講啊，線上上百億種鑽石，其實係去年，做該種鑽石嘅世界地圖是有一條歌曲，就已經留下咧伏筆。哦，這個是什麼？你這上次就已經有預告了，是不是？上種專輯頭，因為其實兩種專輯哦，本身歌曲從寫好嚟啦，就是上哪一種係線表，所以我喺決定做線表拉丁嘅專輯上一種，去年發行嘅，今年做來搖滾嘅兩種風格嘅專輯，所以講上一種嘅是最每一條歌呢，就是抒情搖滾，就預告了下一張是搖滾專輯。哇，所以其實說實在也是很細心哈，這個鋪排哈。不過兩下時照想你所有嘅鄉親們，看下來看，到底上一條歌曲留下嘅伏筆係乜嘅？留票人生梅係冇？看下來看一下。笑看後生夢，何前破萬瘡，強不可。能跟會理想，朋友兄弟住難打破。來兩張的我，留票千帆風霜。哇，留票人生夢哦，所以兩隻 music video，兩隻短片，昨天講係首播。今天節目首播，其實後製還沒有完全修完，是因為我從線來上節目嘛，所以這個是全世界首播，世界首映咯。大家個本來係28、9歲，推廣咗呢時年寫嘅歌曲啊，但是其實有乜講，要冇錢啦，要冇社會朋友啦，哈，一事無成，覺得自己爸爸媽媽不應吐書吐到太好邊樣哈，推廣咗呢時年一事無成，就是很感慨，是，所以寫嚟條歌曲，不過2年疫情嘛，哈，其實那個導演都討論哈，其實個前頭因為呢張表一版啦，芸芸眾生大家為生活奔波，就是說，我講疫情呢，兩條事件也本大家來想，哪些是我們生命中真正需要得到的，需要去追求的，哦，就是對我們來說是真正重要的。其實可能你上去花很多時間去做很多無意義的事情，或者說其實你並不喜歡的事情，因為疫情的關係，你可能來重新沉澱，來想，大概對你係真是你想做的事情。真的很棒哎！剛才看嗰條短片，非常感有感覺，而且再加上那個畫面好美，有一個還丟吉他，然後吉他定睇。對的，導演出還買當他演，我說吉他會壞掉，說。沒關係，你就丟吧。後來想，為了藝術犧牲，我冒着這個吉他會壞掉的危險。因為剛才看短片的時間，挨到一位線上講的時間，還是講那個是裡面是真的用吉他，有吉他嘛，有啊，因為沙灘呐，沙灘應該有濕哈，就當
当下也还好，没有伤到吉他。我觉得哈，这个语文性上哈，其实整个读音乐来创作，很多咧非常嘅多年，其实讲人生有非常多嘅经验，非常多嘅历练啊，咋都发展场转落去，都发展改变，也是有一个 long stay 教书哈，教音乐的书，教音乐嘅书，动嘅，我真是安样感觉，真是係人生梦啊，哎用溜飘，冇听错溜飘，不过真是係冇可能的经历。好，我觉得都是一个任务，也是一个使命。未来到底会怎么样，还唔知啊，强下肯定看下意思啲咧。不过第一是系属于种专辑嘅歌曲，不过家下看到嘅MV 系世界首映，不过大家躺一落就有一点摇滚的感觉了，好像要抒情摇滚。对，那有一个好像有一个 bridge， 你要衔接到摇滚，所以这一张专辑，两张专辑大家是走在讲嘿，哇，我们就回到摇滚本身，纯摇滚。大家等一下哦，大家有讲过吗？看一下宇威老师。这个内心其实有个澎湃的摇滚梦 ，rocker，I'm rocker。所以我觉得信上真的很特别，因为来谈宇威老师信上来歌曲，他的声音好温暖，该上肺送该温暖，我觉得好舒服。可是 rocker， 真正的 rocker 读俩片，这个热情温暖的 rocker 啊。哦，昨天啊，对。某一天摇滚就要，谁说摇滚就要一定要破坏东西啊？对，摇滚也可以很劝世。谁说摇滚一定要破音？很慈悲啊，阿弥陀佛摇滚。干嘛这样？因为大家讲到摇滚，世界时候有冇个上尾 big t 有没有破音？但是我们这边是慈悲的摇滚。其实也好，我本来就想哈，因为你散过哈，然后摇滚的那种唱腔，其实我感觉在精神上又动胸痛的东西。OK， 就会把自己灵魂的那种呐喊，然后给闯出来。好棒哦！所以我两种专辑开始想，然后你散过的那种唱腔哈，然后摇滚结合起来。还有其实有冇讲，虽然讲你哋客家的创作专辑按多哈，我就想走一种纯粹摇滚的客家专辑。太好了！特别1982年吴子子先生出版嘅《梦魇以後》啦，嗰種非常嘅搖滾。後來其實也有啲搖滾嘅樂團嘛。其實我感覺還不夠搖滾，所以我還是想走一種純粹搖滾的客家山歌。還不夠搖滾，講實在不，因為以微信上來創作，說實在創作是隨時的，隨時度來創作，所以其實你累積了當多嘅作品，去年出一種專輯，今年出一種專輯，所以你下地圖當然也有你頭擺創作嘅歌曲，我們等於說集精華於大成，度了全屬每個專輯地圖啦，大家都分享，所以裡面其實有很多是你新嘅創作。不過沒有一些是重新編曲的。從4條歌曲有4條歌曲係啲傳統嘅山歌，用搖滾重新改編。其他6條歌曲係創作嘅。另外非常特別，還有一條到 TT 合作嘅，TT 合作嘅歌曲很多，除了天空遊樂水，你寫曲愛寫歌詞。好棒哦，兩個人都好有才華。我等下好好的來打嘴鼓一下，就是天空遊樂水咧條歌曲。不過講到咧，大家要發現哦，因為葉偉先生有講到動作哈，其實地圖有動作傳統山歌的，就係講小調的一個組合。不過講到咧片哈，我們就是有咧，鄉親朋友大伯伯講，那是什麼意思呢？該係乜嘅意思呢？我在我心目中哈，我大白中起的宇威老師真的，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結合得非常的流暢跟完美。我是講真心的哈，因為我剛才幹嘛？哎，我是真心這麼覺得。所以等下哈，鄉親朋友，我們現在就讓那個分享。你看我哋當個要寫3條歌曲 ，ABC， 姑嫂看燈，葉公。爸爸哈，然後第3條係洗手巾，這個都是大家堂歌嘅傳統嘅，你講你散歌地圖嘅歌曲，可是你結合得很好，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繞牆？我們叫做搶先聽，好不好？因為繞牆你填充所有嘅鄉親朋友啦，天時機面前嘅鄉親朋友，你到時微信上強下來看，等下你睇一下地圖都代表你哪一條歌曲，你哋下強下來聽下，聽下。很搖滾，還有貴麗普通話。很好聽，好聽。感覺上答案快要出來了。答案就在下一句中。我以為挨馬都會聽到下一句哈，大家要聽得到嗎？對，我們現在是我來猜嗎？然後呢？
唔係聊天，嗌來拖一下啦，聽眾會聽一條啦，對不對？你講法吧，對不對？老師，你幫我接一下啦，從上一句接。見半夜，就會充滿一點一講話話。哦，對。什麼煮茶，阿哥掉丁，然後是茶。耶！你看，我覺得一位欣賞是很安用，昨天結合到非鬆嘅好哎，而且覺得好流暢哦。可剛剛這樣聽真的很搖滾呢。其實兩個歌曲啊，本來就係嗰種一講話話，什麼煮茶，阿哥掉丁，然後是茶。哦。我想說。因為我念到咧，同時我就想到7個小時，現在時間有一年我爸爸同我全家一個就動哦，就有一個朋友在家裡遇到什麼凍匠，好可愛，就帶我們玩，我們度過了一個很美好的午後。因為念到這個同時，我想到童年的這個美好記憶，所以讓就是下條歌曲。好棒哦！而且你不覺得那個時候特別單純，才過小？我現在還是很單純的。可是，其實我很喜歡到雨薇欣賞大嘴姑，因為第一都會分享動動去寫十幾改事情。我覺得那些故事都好好聽。不過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知道我想嘛幹嘛？為什麼你都記得？為什麼你都能夠記得你國小1、2、3年級？可能讀書讀得不好，然後記其他歪七歪八的東西比較多。我只是我這主講，我好像錄影機一樣，誰寫都誰實現全部記動清楚。而且記得動清楚，我想講去變到性感度、到腦回度，然後等到去創作歌曲嘅時間，去起加入啲雜歌放在歌曲裡面。你看，這就是一個你就是一個藝術家，這麼浪漫，可能比較感情比較豐富一點，也比較容易受傷。創作者就是這樣。哎，還有動動嘅故事就得講哦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就得講。然後大家小改哈，一位欣賞嘅新專輯《天空如落水》，哇，我很喜歡這張專輯，因為我好喜歡欣賞嘅溫柔嘅搖滾，對對，溫柔的搖滾。因為上段節目有談到一點點一細細嘅歌曲，我們講嗰歌曲其實我們有拍 MV 呢，而且這次的 MV 聽說女主角。就是我們大家讀影視界香婷係冇，對，大美女。台灣影視界係是講演前嘅魯冰花嘅時間，佢嗰時間演嘅古阿明阿姐嘛，就拿到最佳女配角金鐘獎。嗰個真係很小朋友嘛，人家是講演過去。那因為前2年北藝大讀書，有一個美女跟我打招呼，就哇是香婷，長大亭亭玉立。後來因為去主持Jenny 因為懷孕嘛，對，去做 Jenny 的代理主持人，是主持風台灣，又非常知性，非常犟，非常知性。我開始想，上到去要長期來做女主角，好棒哦！所以而且但搶安永英這個 MV 完成之後，而且。不是只拍了一支 MV 係冇，還有第2支泡兩季 MV， 第2支歌曲係按到瑪莎，那這個歌曲也是在這個專輯裡面，也係這張專輯裡面，是大概怎麼樣？少改一下冇？瑪莎就係有乜講，就係你是一張什麼動匠哦，其實煙水有掉台，不過還係非常有氣質，都不知道怎麼搞的，就是一直沒有男朋友。一大把去到哪一片哦，跟誰來去想父親用，經常到處就纏着他，好有畫面。然後只要有男生問，就全部都問他電話。可是很奇怪，就冇，就還蠻結婚。所以講，你還要跟我講，哪一張誰來安於福氣哦，就會對到人家美女的心。所以是香婷在裡面詮釋，對她來詮釋這個美麗的女孩子。其實嚟講啊，一個朋友啦，非常有氣質，非常講過的，人家還蠻感恩。所以他現在了2021年的現在，還是沒有嫁啊。我覺得可能要跟他分享這一首 MV 這樣子。有，我哋還要講，我哋可以送本機啊。他說謝謝。哦，好棒哦！所以大家會發現冇，其實你看到呢個 MV，因為你大家都動手都該相挺好，然後大家然後拍了MV 嘅女主角，啊，你第5都要動到嘅歌曲，有一條上一場節目，你有特別來講到是係葉偉先生繞牆同羅太，羅太橋下來重做，天空如落水。等一下，兩條歌曲係你寫嘅，係佢寫嘅。Q 係弟弟寫嘅，哦 ，Q 係弟弟寫。
啊，所以真的是两人共哈合作。过 Q 的内容是有点像是刘文正的《让小雨打在我身上》，是一首悲伤的情歌，浪漫的情歌。不过其实天空有落水吼，从安利哈噶个天空有落水咧，台下动树咧，它过 Q 嘛。因为台下都对天空落水天空啊，天空有落水，有落水。有三我是不是唱错了？我刚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首。如果天空有落水，其实有一个隐喻的意思，是善过找个信草。山歌新唱，又落水，对不对？也是两种专辑的晋升啦，就是说，所以弟弟知道你放进去嘛，哈，对啊，好棒哦，因为弟弟完全不是走音乐创作的路线，对不对？其实佢本身伫收入也有发行一种专辑，后来要林志炫又跳动乐庙的歌曲，有些女人不能碰。对，我知道。后来因为一出一种专辑以后，Sony 刚好高层在内斗啊，老师你这样。那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情。讲出来。后来基础做他本行是做室内设计到建筑。对，我为什么那么会这样问？因为我看过于伟老师的弟弟，他其实走的室内设计，对，所以其实也是大家人人称羡的一个工作。你看，也是一个创作者，从走杂啦。所以因为可能你们家都很有音乐细胞，所以他也会音乐。你没有邀请他一起唱哈？只有200其实因为他的 key， 他的 key 比我还要高，好像有一点困难，所以刚开始我去淡春这个拿来唱。太棒了，你看，所以乡亲朋友就会讲哇，共同安用音不你抬价谈一下，卖专辑是走对谈的哟。特别还有来少改一件事情，这是我比较惊讶的，可是惊讶也不惊讶，就是说师母，就是这是师母，就于威哥的老婆夫人，也在这里面有一首诠释，对不对？客家传统的个协调送金菜，送金菜，然后主要常建筑的部分，很忌用金白哈，用京剧的那种口白都念一句，短一句。对，而且这也是师母的专长。台家口呢用认识改，就是你讲师母感觉普地，可能又动作改乡亲朋友地讲哈，原来宇威老师的布妞其实还会京剧，他是天津评剧院，是不是科班的花旦跟青鱼？对，所以你等下穷哈绕墙，乡亲朋友穷哈让眼一空打开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好，我们赶快来谈一下。多谢相公。就让你客家传统的那种协调，然后该京剧口白结合起来，好好听哦！我觉得追求龙改实心，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很多遍，就是一点都不违和。这我觉得这很难呢。中间那一段有录很多次吗？还是都都专业，大概应该念第2次就 OK 了。他可能一进去就念完了，好吗？对，他说我要回家带小孩了，真的就回家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听起来，大家台尬莫小款，因为其实真的京剧那种东西，人家都是10几年戏狗应该功夫。冲谁？叫做冲谁？对，真的那个不是你。《霸王别姬》第2部从小就拉嗓子，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拉筋啊，吊嗓。对，因为那台尬熊安用耶，都有我们有时候会变声，有没有假装模拟一下？那安用音哎，所以他进去他就录一下，好了没？我要回家带小孩了，然后就好棒哦。所以聊聊传喜里面可以听到这完整的，我觉得这样的结合实在动体片，讲吼，因为让宇威老师其实也是要动念的，对。然后我们常常会讲说，其实像蓝调，对。然后因为老师对于这个音乐的这个研究非常的多，我们老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，其实像蓝调音乐也跟我们客家歌有一些，你觉得它有一些雷同相似之处，对。因为特别你的那种县民哦，常在推翻的时间，其实生活也非常苦哦。东都有上过，其实早期从该南浦该苦力翁哈，还有个摇篮曲，其实比较悲的。还有从安楼上过，其实比较悲的，那个灵魂里面把他那个生活的苦把它表达出来。那该乌音啊，特别底该西非到该南美洲到美国南部也是该种棉花也动辛苦啊，该种悲苦那个闯出来，其实精神性又动上强的地方。所以很美，你俩对不对嘛？有一条歌曲跳蛋歌，开蛋歌我用开蛋歌。用开蛋歌，不过用12小节的蓝调的形式，然后给结合起来变 Q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其实台尬有反应吗？我真的不敢多说，因为俺有
网络 Google 一下蓝调，尤其是像蓝调或是什么爵士蓝调这种东西，其实好难哦。就是这对西方来说，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học问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基本也有机会可以听一小段？对，好吗？好啊，你弹一下。系啊，所以你俩强下来绕墙，你家乡亲朋友强下来弹俩手转习地图，你讲开弹歌，开弹那个挑担蓝调。真的，应该谈係藍調搖滾啦，呢個用啲開彈歌嚟表露藍調搖滾啲嘅。OK， 所以還蠻聽到。進來了。開膽開開潮氣氣，竹擔趕那何意氣，東康開燈潮妙啊妙，紅光車流該兩條灣的。如果 hockey 的形式剛好可以放到12小節藍調。哎，我只能說演唱會，老師你辦一個演唱會。本來其實有乜講？其實2年轉是也因為疫情哈，也 delay， 每一張都 delay 了1-2年。對。那種明年可能1年時間會開始巡迴。這個一定要。剛剛我們現場其實，你現場播出幾大段落。我覺得好適合賭獻抽，而且老師我覺得可以有1瓶酒，對不對？昨天台下那一罐酒，然後獻抽喝一杯啤酒啊，喝一杯啤酒，whisky 哇，凍夠激哦，然後賭獻抽，我們就可以整個演唱會都抒情搖滾，是，對，哇，太棒了！唔但講安用音，其實我們基本音款線上有帶吉他來吼，唔得表演款的，所以我們今天要帶來演唱一首歌曲，太叔八公，而且宇威老師體力會嘅提供，係去大白重過嘅時間，對不對？但係你嘅口琴。流浪的歌手有沒有看過？流浪就帶口琴。英國那個樂團 Coldplay， 記得沒有一條歌曲，也是要用金彈吉他、金吹、金噴口琴。這個是要專業的，我們要一起來了，是不是？來哦！也那個就跳擺而家動詞啊，做節目嘅時候可能一張400首嘅嗰種古樹啊，那個太樹下就是木質留下來，跟感覺係一張老者，好像一個神明400歲的神明看着你，所以講兩幾年護樹嘅概念呀，過年還好。跳白就是一些老樹啊，社區老樹隨便就會砍掉。沒錯，野大溝其實有一種護樹的概念。真的。太叔八公。好哦，所以繞牆所以講，將今天強下來談太叔八公。太叔八公啊，點點起錯了，踩亮一條辣辣嘅下豬條，上面叫娘娘。太叔八公啊，我要來到你腳下。涼風春地吹過來，老愛四條那，愛冇聲音，要衰鐵郎，太叔八公下，唱到童年嘅瀟灑。太叔八公下，要想起阿婆嘅信仰。太叔八公下，來唱到童年嘅瀟灑。太叔八公下，要想起阿婆嘅信仰。掌聲！你家鄉親朋友哇，聽到好聽嘅歌曲個吼，你要先聊一下，啉下茶，找個繞牆，你嘅所有嘅現場，向親朋友來到現場去聽其他好聽嘅歌曲。
今日情景东方，一走就绕墙头，以为欣赏那个节目，然后台咖的小改性撰写天空有落水，哇，好喜欢！我个人啦，哈，有时候其实喜欢音乐就是很个人的感受。好，没有嘛改哦，特别好，特别唔好，就是你喜欢就是喜欢啊，样你。不过，了第五度要动动改歌曲，其中你上团节目，然后上团节目，其实已经谈到一些些嘅细细嘅片段，那一些些细细嘅。我们说精华，其实不止哦，里面太多厉害的东西。有一条歌曲《落日》，也是在这里面。听说在编曲编曲当中，咪系特别嘅冇强容，特别嘅荣幸。落日呢条歌曲系专辑第二度系特别嘅歌曲，因为台题大部分充满摇滚，两条有点诡异的电子的味道。跳白两条歌曲本来系为客家电视台嘅，就是杨日松法医嘅张连续剧连续剧写的主题曲。不过我这个非常中意，不过制作单位他们好像比较要西部乡村风格，叫做冇用。很多人就讲过东大松啊，这首歌我很喜欢。出夏天跳歌曲，大家有看过没？有。你看前面有点诡异的嘛，像鬼片这样。很诡谲。在讲爱情哈，爱情就是变化莫测。有就是当爱情失去的时候，有些人由爱生恨，那种又爱又恨的感觉。所以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呢，就系大家有谈到冇？大白谈语文欣赏复用都会跟爱情有关。也冇啦，就是有冇可能主题，不过我们两条歌系用爱情的难分难舍，就由爱生恨该这种感觉来想。也没有，因为上节目欣赏又讲我感情特别的丰富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年轻的时候常失恋，所以才很丰富。你常失恋是您不要人家吧？没有，一直都是被甩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应该要做一集来特别谈论一下宇威老师的情史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伪亲故事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，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动都该重做杂事，因为一定要观察东西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细微，然后情感动丰富，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创作。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说绝对的切割是没有办法的。你访问很多人，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们讲到俩，我们少改钻石少改的按豆哈，我们这边景行你给我们改谁带烟哦，叫做一起快问快答，可以穷下夹夹问夹夹诶，所以总得夹夹飞。总得上铁球的意思，题目都动简单。我大白口头下题目都觉得还好吧，这个题目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应该要问说什么第几任女朋友，那个比较有意思。好，准备好吗，先生？好嘞。请问一下哈，写歌曲目凸做戏，哪一件事情对你来讲，你提重视还是提生气？动单呢，上不上去不动生气。上做嘛，直接就做该章。上法图也是法图，上重构也是重构。我以为你会说音乐或美术。对，不过其实走戏也非常神奇。因为你还感觉动重该佛教地本都会化身，因为你走戏要把一个角色演好，你要把整个灵魂变成那个人的灵魂。其实该种感觉，你怎么变成那个人灵魂？你要很敏感的观察。该张音变成那个人，其实该种化身的该种过程过程啊也非常神奇。其实跟他聊下有法图重构绕走也，三道全部非常中意。有时候已经变成说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喜欢。我觉得就全方位的艺人有安优来感。不敢说全方位啦，就是说双子座爱玩嘛。就是喜欢都很好玩。我今天知道宇威老师是双子座所以你是双子座。双子座是那种做音乐也一下摇滚，一下该电子，一下 OK， 多喜欢美好的事物都喜欢。是好，所以题目总这样问哦，总得讲哪一款好神奇，你最中意哪一张？最中意都一样啦。好，如果真的要选一个，可能还走音乐。你看吧，我就说，系讲这些问题咧，你听着最尾还是选音乐，因为都是表演，你都喜欢。但是年给讲起来，你还是最喜欢音乐，体重音乐。因为那感觉你谈到一条歌的世界啊，它可以马上感动到你的灵魂。OK，好，刚才找过你问一题哦，你出嘅经验系第10种钻石，按到钻石地图，你最中意哪一种钻石？其实大一众全部都是费尽心血的。每个阶段人生某种改团改。如果有慢讲，如果台题大部分的歌曲都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能系一沙发数哈，还有善老天三羽田专辑，还有从一种很多街上面，
9年改种，9年改种，对，还有两种。这一张，这4张都真的是我觉得每一首都蛮好听的。对，好棒哦！你看果真老师不用想太久哈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乐风格。音乐史上你最喜欢哪时期的音乐？这好难哦，是乐理吧？我感觉大家冇叫为时期全部要动好音乐，从1940年代跟动到为后台嘅什么 Moonlight Serenade 啦，50年代有。大张烟腿全部要动后台的歌曲。1940呢，1940呢，距离现在已经80年了呢。系啊，很多爵士的经典都是40年代的。OK， 所以40年代再来的，你刚说了一个40年代。从40年代出嘅All the things you are, you are the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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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50年代的五黑宝，比如 They ask me how I knew， 这个我知道。系啊，那个60年代 Beatles。对不对 ？Beatles 的 Let It Be，Let It Be，Let It Be，Let It， 但是七郎烟腿，比方 Vincent，Sorry Night，Nothing I Know， 真的好经典哦。80年代，比方说 Every Break Takes Sting，Every Break You Take， 大张烟腿全部 1950还有一个 You Are Breaking My Heart， 因为老师一直讲英文，我硬要讲一首 You Are Breaking My Heart， 我其实乱讲的啦，我其实所以讲那首好的艺术作品就是真诚的灵魂的展现了。所以每个年代都有好的作品。其实特别对我的双子座来说，你要讲哪一张时期，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都有好音乐。对，所以你看讲到了，我们还有好多东西都在讨论哈。我们讲了种最是地图哈，那刚才有一条歌曲，我们底下到太高的少改，里面有唯一一个华语的歌曲。然后唯一一条歌曲大学时候的创作，没，张腿云转来之间，但是组一个乐团叫做福寿乐队。为什么叫福寿？那时候。来熊个团名的时间啦，我们就乱讲什么猪血大肠啦，对，我知道猪血大肠。回来鼓手说我还福寿嘞，福寿该福寿沙拉油啦，还有该猪饲料也是福寿嘛，该饲料的牌子。然后他说我还福寿，我说福寿好啊，我说福寿好，鼓手真的福寿不错哦。Fool and soul， 灵对 ，Fool and soul， 傻瓜与灵魂嘛 ，Fool and soul， 系啊，这些张腿云做那两年的是。下一个歌曲，下出行跟张腿云嘛，对未来充满憧憬，充满希望。因为人家这种就是希望重新回到年轻摇滚魂，那种让你是不是6、7岁下来一条摇滚的歌曲表达他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国语，而且有跟那时候的团员分享嘛。有，我走后以后全部记掉。我们团员还很有名了，一张李汉群就是现在最有名的 Yellow 的制作人，就是签 Yellow 的那个李汉群是我贝斯手。吉他手郑元宪，郑元宪呢就特别成立角头音乐，大家知道张43嘛，在最初张43、萧福德跟郑元宪他们成立角头音乐，就是台湾在9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独立创作。我觉得好棒哦！係講經過的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你咋個轉去調版20年來重做？哦，那個真的滋味不一樣。對啊，相信有時候不見得比年紀大的時候差，因為那時候可能更單純，特別搖滾的東西，該這種傻瓜與靈魂 ，Fool and Soul， 對，非鬆解 pure， 非鬆解單純，而且那時候真的會感覺會不一樣。哇，今日繞牆都以為現場那度兩邊小改，今日兩性轉型，好，太期待了，希望做啲又讓重複。咁我們帶起來樣嘢哦，其實剛剛老師說佢目土也動好，做戲也動好，因為佢也長做啲。菩提在天然，哈，不過你也先忙講，等到現場那些就會好好少改一下，所以基本非常感謝欣賞佢哋兩片，好期待欣賞做啲用兩種專輯嚟出讓重複，好，今日到兩位嚟到場大家嚟做認同了。從去福喜樂呢屆所有嘅朋友嘅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屆面書傾站，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，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